针对少子化的危机，咱三个总统候选人拢有提出政见，要用补贴、减税等等来减少生囝的经济负担。不过，就教育团体指出，无应该干那用野钱来解决问题，应该先减少父母做工课时间，提高因的薪水，对根本来改善劳动环境甲囡仔托育的问题。 国内少子化危机已经真多国安问题。台湾自2020年开始，死亡的数量已经超过出生的数量。面对少子化，各总统候选人也拢有提出政见，希望减轻少年人的负担，和少年人加结婚、加生。我们会提出0到6岁国家一起养2.0，6到18岁提出5个方案，来成就多元均优的教育环境。我们要0到6岁。 一定要好好照顾。其实这些幼儿园都应该要给他免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减税，你知道哈，一胎减12万哦，可以到12岁，目前是只有5岁。那另外是育儿津贴哦，从5岁延长到12岁。 但是，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认为，候选人的政策不是补助，就是野钱，干那通减轻短期内的问题。因指出，亲像台湾的托育问题，是因为父母伫工课场的时间长，特殊囡仔需要长时间托育，老师也就爱定加班，是三个结作伙的问题。你要先降低家长这样长期这样工作，也就是说不断的加班，这是整个企业产业界的一个问题。那这个部分要从 工作的薪资待遇，还有整个他的一个加班的一个有没有必要性？你不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你要从教育来解决，就只能针对末端去做处理。专高中指出，总统候选人解决问题，应该要提出有关度的政策，为各方面来解决托育问题。若是只有看到上表面的缺点，以补助来填欠缺，只是治标无治本，不是长久的做法。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。